真是没有想到，能有机会和你一起欣赏这么美的景色。冰云，再美的湖光山色，也没有你让我心动。丁哥，冰云。梁老师，到底怎么办呀？就为了这么愚蠢的问题，你们居然把我吵醒了！我在梦里都快亲到冰云了呢。老师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你要搭道台是吧？不过你这样是不行的。哎，不是这块石头。哎，那块才对嘛。哇！哇，这放上来就可以了。啊，看到没有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凭什么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，我让你给我带锅，你他妈给我带个电饭锅，我他妈插你屁眼里呀！放开我，我给你长长脑子！对待同学干嘛火气那么大？放开我！走！不就是个锅吗？你自己干嘛不带啊？大军装，你跟上尉道歉。对不起，错了，啊，这就对了嘛，同学之间要和睦相处。来，老师看看锅。这样不就可以了吗？拿去用吧。哎呀，饿了。哎呀，贝小丹同学啊，你行不行啊？你看都已经烤糊了。哎，来，老师替你吃吧，省得浪费。哦，谢谢。对。哎。